后里区公所举办音乐季，到7月底进行。每一个拜六礼拜的下晡5点，伫后里运动公园有来自各地乐器的表演。高水的双声白雪公主上场，这是后里区公所招50队的双声，做伙来响应音乐季的开幕。就是有稍微做一下造型、头发、衣服，还有搭配鞋子，还有一些饰品之类啊，就整体装扮搭配一下。后里是萨克斯风的故乡，打造在地音乐，所以讲办这场音乐季，安排萨克斯风加长片仔音乐演出，让乡亲享受一场浪漫的音乐飨宴。有这种乐器，我们的其他这个演唱事业也是蛮兴盛的，所以我们后里也出了很多有名的这个歌星。区公所强调讲，希望用音乐结合双声的活动，会当鼓励少年人结婚生囝，继续传承后里在地音乐文化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